今日咧想同大家傾下 Tesla。過去呢2個月，股價簡直坐過山車，由高位碌落嚟超過一半。最近又出現散戶嘅血肉長城，大量護盤，佢哋到底係聰明錢定還是勇敢嘅韭菜呢？咁如果真係撈到底呢，呢10幾日都已經執咗30幾個%，認真和味嘅。咁我哋今日一齊研究 Tesla 反彈嘅背後邏輯。大家好，我係 Piers 皮亞斯，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中意我哋嘅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呢幾日 Tesla 股價嘅低位反彈，飆升超過30%，仲要跑贏其他7大科技股。主要原因有幾個。第一， Tesla 中國單週銷量創第2新高。上個禮拜4，馬斯克親自主持全體會議，話產品進度一切順利，對投資者有定心丸作用。第二 FBI 出手查 Tesla 恐襲。第三，英國充電站玩埋 Tesla V4。第一， Tesla 中國嘅單週銷量創新高。中國市場3月17至23號呢個星期 ，Tesla 真係發晒力，賣出17400架新車，創2025年至今單週最高紀錄。相比上個星期多咗13.7%，同舊年同期比更加係暴增28.2%。不過第一季度整體銷量環比仍然跌咗34.5%。同舊年同期比亦都微跌0.6%，而家距離季度完結仲剩翻最後1個星期零1日，睇落仲有機會超越舊年第一季度嘅銷量。而家正值新舊 Model Y 交接期，生產線仲調整緊，銷量增長始終需要嘅時間。第二FBI 出手查 Tesla 恐襲。美國近期連環發生針對 Tesla 嘅縱火同埋破壞事件 ，FBI 直頭定性佢係本土恐怖主義，仲組成10人精英小隊全城搜捕。最近幾週 Tesla 展廳、充電站、維修中心接連俾人放火、開槍、掟燃燒彈，搞到好似拍緊荷里活大片咁。單係24號，奧斯汀警方又喺 Tesla 展廳揾到自製燃燒裝置，好彩拆彈組及時搞掂。FBI 局長 Kash Patel 話已經協調多個部門對呢啲暴力行為絕不手軟。而家 FBI 特遣隊已經鎖定48單相關案件，正式立案調查7單。第三英國充電站玩埋 Tesla V4 啊！英國公司 EG Group 唔聲起咗過百個 Tesla V4 超充站啊，仲話陸續有嘅。呢啲站唔單止用最新 V4 技術同 Magic Dot 仲開放俾所有電動車使用。App 支付系統同官方站完全一樣。Tesla 而家全球有超過6700個充電站，62000幾個充電樁。今次 EG Group 仲將整套 Tesla 方案照搬，由硬件到軟件一條龍包辦。專家估計全球充電設施起碼要擴充30倍先夠應付電動車發展。EG 今次明顯係食正個勢。分析師 Alex Porter 俾 Tesla 超配，評級目標價$450。佢話市場好多人搞錯方向，真正問題係供應唔夠，而唔係需求弱。另外，分析師 Jana Ricardo 去完 Tesla 德州超級工廠參觀試乘 FSD V1 3.2.8 後，大讚表現流暢，仲俾出$404嘅目標價，對 Tesla 信心爆棚。睇到呢度，如果對投資美股好有興趣，但又覺得無從入手嘅話，我準備一封免費嘅 newsletter， 大家可以 subscribe， 裏邊涵蓋晒所有投資美股之前必須要了解嘅資訊，歡迎大家訂閱。Tesla 中國 FSD 免費試用計劃突然叫停，原因係中國政府2月尾出新規例，要求 OTA 軟件更新要先通過審批。不過 Tesla 已經喺微博保證，話攞到許可證後會再推 FSD， 而家正加緊完成硬件3同硬件4對應嘅智能輔助駕駛軟件審批。係啊，其實Tesla FSD 進軍中國試經係過5關斬6將㗎。首先佢哋為咗過關，先將全自動駕駛改名做自動輔助駕駛 Autopilot， 最近又改名做智能輔助駕駛嘅。中國電動車市場唔係話玩就玩，除咗要應付中國車企嘅價格戰，仲要應付監管量身訂造嘅規則，真係夾縫中求生存。講到尾我哋都要留意翻日前嘅FSD 嘅中國嘅狀況啦，突然間俾人叫停，嚟到最終幾時能夠實現到將會係關鍵嘅。話說回頭今次嗰個股價反彈證明大部分投資者終於始終相信佢嘅長遠價值，但係短線個股價走勢真係要留意住3月11號嘅底位217蚊，如果穿咗都真係要避一避。今個星期 Money Hero 帶咗個Webull 嘅新優惠俾大家啦。Webull 利用尖端科技為投資者提供專業級交易體驗，結合即時數據同人工智能分析，助你作出精準投資決策。
交易平台配備 Level 2深度行情及專業圖表分析工具，結合超過20技術指標同埋智能選股策略，全天候監察市場動向。今期嘅快閃優惠，送你3000蚊現金券，入8萬蚊擺60日就得，開埋現金字頭，收息就至醒目啦㗎。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記得訂閱同睇埋個鐘仔，聽日見面。